各位，我係林子恒。手提電話增長迅速，連帶手機號碼都不敷應用。遲下新號碼可能要用4字或者係7字開頭，估計最遲去到2025年8位數字嘅號碼就會用晒，要加到去9位甚至係10位數。下半年會諮詢公眾。由劉錦輝講下。人人機不離手，好多仲唔止一部手機，加上有啲平板電腦都配備 SIM 卡，手機號碼出一個少一個。通訊辦轄下一個委員會研究緊對策，佢哋推算當52、57同埋小部分8字開頭嘅號碼都推出埋之後，可以用嚟編配嘅8位數字電話號碼，到2018年2月就會用晒。第一條橋係開放埋7字頭做手提電話號碼，不過仲用緊 call 機嘅人就麻煩啲。舉個例，可能要統一轉晒用71開頭，其他70、72、73等等撥晒做手機號碼，咁會有多900萬個號碼可以捱到2022年嘅11月。7字嘅話，你要搞到人哋做 call 機嗰啲，人哋可能有啲仲用緊 call 台啊，醫生都用緊 call 台㗎啦。個7字啊，有句粗口係嗰啲咁嘅嘢㗎嘛。唔中意7，咁就得返4啦。扣除目前網絡間用緊嘅一批4字頭號碼，有500萬個可以用嚟編配，可以用到2020年嘅7月。4聲咁難聽，我哋中國傳統都係唔中意呢啲。7好定係4好，仲有一個因素要諗。業界話，基於技術原因，如果有朝一日所有手機號碼要升級做9位數嘅時候，一係加7喺前面，一係加4。如果而家揀咗7做8位數字號碼嘅開頭，進入9位數時代，就全香港都冇得揀，都要用4開頭。調轉嚟講，如果而家用咗4，第時就全港加個7喺前面。仲有第3條橋就係同時用晒4字頭同埋7字頭，咁8位數字號碼去到2025年先會用晒，到時就直接跳去10位數字嘅號碼，即係用33字頭或者係88字頭。麻煩咯，由7位數又變8位嘅，佢變再9位數嘅話，10位數更加添，係咯。業界由2013年開始已經傾到今年4月都未有定案，決定下半年公開諮詢。有線電視記者劉錦輝報導。有業內人士話，唔少互聯網嘅服務同電話號碼捆綁，若果要將8個位嘅號碼升級轉做9個位嘅時候，可能會引起好多嘅不便。如果我PPS 要認證啊，Verify by Visa Master 要認證啊，甚至乎一簡單到如Facebook 或者Gmail 嘅2-step verification 又要認證嘅話咧，你電話錯咗啦，咁好多嘢就要改啦。喺網絡上面有填一啲 form 㗎啦，咁嗰啲 form 可能本來就 design 咗係俾8個字嘅，咁但係如果你突然間有9或者10個字嘅話，嗰啲 form 咪全部都要改過啦。